乳娘，这个送给你。蒋小姐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我失踪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怕我爹娘担心，麻烦你下山到我府里传个口信，就跟他们说我去远游了。我只忠于吴一和寨主的，他们不放你走，这有他们的原因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你出卖山寨，我只是说想让你下山帮我给家里传个口信。你要是觉得报酬不够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写个字条，你拿给我娘，我娘自然会取钱给你的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贪钱，但我不是山贼，寨主是山贼。啊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寨主是个好山贼，那些山贼打家劫舍，寨主呢，劫富济贫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寨主是个穷凶极恶的人，我怎么会跟他好几十年呢？想当年，我也有一副好本钱，多少有钱的夫人聘请我，让我把他们的孩子照顾得白白胖胖的。可是我断然拒绝了，因为我跟小巫医有缘，我一看见小巫医我就开心。今天你们让我出卖他，你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。我在你们心目当中就是这种人吗？不是。乳娘，你别哭嘛，是我错了，我说错话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哭了。你把我看成是贪钱的婆娘，我真的失败了，我太失败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哭啊。你放心吧，你想走也是人之常情。我也可以向你保证，就算我跟那个宋世杰斗得你死我活，我也不会牵连你的。姐姐跟世杰的事情，她都跟我说了。我觉得，其实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罢了。姐姐就别跟世杰生气了。如果他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，我在这儿代他向你赔罪，你看好不好？其实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下人，你何必要维护他呢？其实世杰是我们家的师兄，他从小在我们家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他当作下人看过。这么多年，他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我们一家人，我维护他也是应该的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虽然这个宋世杰面目可憎，性格狡猾，但他对你们也是十分尊重。所以呢，之前他跟大家说跟你有肌肤之亲的事是假的。既然姐姐有这个想法，当时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那是因为我爹好像中了邪的一样信他。我再说什么，我爹也会维护他。况且你们是不是真的成亲，根本与我无关。我现在只想他快点在我眼前消失。其实这一切很简单，只要姐姐放我跟世杰下山，这些不全部都解决了吗？哼，虽然我不想见到他，但我也不会拿整个山寨的人命来开玩笑。老板，问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老板你好，问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好，谢谢。老板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问你个事儿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哎，买个香包哎。你在看什么呀？一天到晚只知道看美女，这个能当饭吃吗？快进去拿点白米出来！去呀，你这个死鬼！真是的，这个色迷迷的鬼样子，真是气死我！老板娘，哎，问你个人，有没有见过他呀？没见过。
宋大哥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真的很有水平啊！我是说让你做山贼真是浪费了啊！如果你以后愿意呢，我可以介绍你到春田县最好的酒楼去做厨师。宋大哥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把你囚禁了这么多天，你恨我是正常的。但是吴一和寨主以及山上的每一个弟兄，都不是天生就想做贼的。希望日后你能够对寨主他们手下留情啊。哼，你真有趣啊！你明明知道我是寨主的朋友，为什么说了我要加害他呢？寨主是性情中人，他从来不把话放在心里，他对朋友真的是推心置腹。如果他认定你是他的朋友，那么你要加害他，他会很伤心的，那比背后刺他一剑还要让他难受呢。我不否认，我对寨主是有好感，若不是他的话，我这小命就不保了。那你是不是还在对一姐怀恨在心呢？终于讲到点上了，说了这么多话，你最关心的还是万中无一。你喜欢他是吗？哎呀，宋大哥，你庄重一点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万中无一姑娘虽然貌美，但人品极差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。高老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打她的主意。宋大哥，祝天不敢对一姐有非分之想，只因寨主父女对我恩重如山。要不是寨主当年收留我，祝天早就饿死街头了。我也知道他们父女并非穷凶极恶之辈，只是我们有自己的立场。总而言之，我跟万中无一纯粹是开个玩笑，因为我之前被他害惨了，我现在只是喜欢看他生气。我也知道你是个大好人。总之，我们过去的事，我们就把它忘记吧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是什么？地形图啊！我这个地形图呢，已经标清楚了，哪几条路是下山的捷径，哪几条路他们防守松懈，还有他们的换更时间，我也打听出来了。你在做什么呢？垃圾呢？保持良好的身体，才能随时准备逃跑。你跟我一起做，来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你想好办法了？什么办法？你不会赞成的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会赞成啊？我就是知道你不会赞成的。哎，你说嘛，只要你说，我一定会赞成的。我不说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赞成的。你说不说？不说。到底说不说？不说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不说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不说。说不说？你不说是不是？不说。说。啊！我的皮子！这些呢，就是我这几天打探得来的富户名单。哎，你帮我看看，哪一个最该下手？哦，这个沈安康，大善人，乐善好施，每年筹款义不容辞。我们是梁山泊，是侠义北，劫富济贫，劫不得，劫不得。对，这个姚道远，外强中干，你不要看他有几十亩田，但那些田呢，全都租给了贫农，那些农户也很惨的，没钱交田租。那个姚道远知道追讨也是没用的，那只能由他，实在是空心老官一个。
结不得，结不得。对。来，这个就不同了。这个冯财生金子多的用不完，又不是空心老官。好，我就集合兄弟去接他。不过之前有个大夫替他诊断过，他这心房有病，不能受刺激。如果你带着一大堆人去打劫他，怕他会受不住刺激，随时一命呜呼。那大哥你又于心何忍呢？结不得。贤弟啊，这个你说结不得，那个你说不能结。大哥我是做大买卖的，我不吃，我的兄弟们也要吃啊。我知道，只恨我自己也有一点琐事心烦，以致一时未能替大哥你分忧。什么事啊？还不是我和尚珠那事儿。大哥，我和尚珠成亲，又没有得到他爹娘的同意就娶了她，那就是无媒苟合，对新娘的声誉影响很大的嘛。如果将来我们有儿女的话，那让他们以后怎么去面对列祖列宗呢？对。哎，大哥可以给你做主婚人呢。我跟你这么有缘分，我虽然没有跟你结拜，但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的。所以这个主婚人你是逃不掉的，但女方的爹娘始终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嘛，喂，我们总不能回春田县去办喜事啊。其实，办法我倒是有一个。哎，你有办法？哎，说来听听。哎呀，行不通的。算了，当我没说过。我帮你斟酒啊，大哥，来喝酒。我这里啊，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有什么办不了的啊？就算要赴汤蹈火，大哥都跟你去做。是你要我说的啊？对，是我逼你说的，啊！这样，我们就请一个人劫我师父师母上来，逼他们俩喝了这口女婿茶。喝过这口茶之后呢，就不会不承认啦。而且以我跟你的关系，他们也不敢向官府去告发你了。兔崽子，这么好的妙计，亏你能想得出，聪明。我随便说说而已，你千万别当真呐，大哥。啊，不是，你说的对啊，我们劫他们上来，不就轮不到他们说话了吗？啊，他们要听我们的话。好，我现在就叫兄弟去接他们上来。大哥，要三思啊！算我的份儿。不要跟我客气，这样才算是兄弟嘛。不是啊，大哥，你这样做风险实在太大了。你有所不知，尚珠的父亲也就是蒋老师，他有个大弟子叫左成风，号称春田县里的第一大壮师。他为人聪明绝顶，万一我们这次行动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怕他会来这里搅局的。区一个壮师，我会怕他？你大哥纵横四海，从来没怕过任何人。我当然知道大哥你忠肝义胆了，但是万事还需小心嘛。如果万一有什么损失的话，小弟绝对不会让大哥去冒这个险的。不过还好，在想这条妙计之前，还有一条计策。你还有好方法？为什么拐弯抹角？快说！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最近春田县来了一个贼，叫做怪盗一枝梅，他经常犯案，现在正在被官府通缉呢。竟然有这等人物！没错，
此人非常的猖狂，每次犯案之后就会在现场留下一枝梅花，也就是咱们山寨里长的那种。我们不如就赖在他的身上。劫了他，放朵花，这个嘛，好，为了你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就一次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就一次。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！你搞什么啊？你怎么能拿我爹娘的性命开玩笑呢？早知道你不会同意的。你都知道我不会同意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是，这不是最好的方法，但是是唯一的方法嘛。如果我们不尽快逃走的话，一，我们会永远被困于山寨；二，这个万人敌一定会出去打劫，劫财事少，万一他们误伤人命，那就后果严重了。可是我爹娘也会有危险呢。再说让我娘跟这群山贼见面，那肯定会天下大乱的。我自然是不会让他们出事的。你也夸过我的聪明才智，不是吗？你凭什么说他们不会出事？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你爹啊！我的才智是偷自你爹的嘛。以你爹的聪明，他一定可以救了我们。再说，你不要忘记，他身边还有你那个师兄呢。希望会这样吧。你记不记得左师兄送给你的那枝花呀？现在提他干嘛？你不是想让他们诬陷那个什么怪盗一枝梅？你是想留线索给师兄？师妹，你真是聪慧呀！以师兄的聪明，一定救得了我们的。哇，师姐，你这一次也算你聪明。夫人，睡吧。上珠从小到大，从来没试过一夜不回家的，怎么办呢？我明天早上再去衙门打听打听啊。什么事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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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！我重重有赏！哎呦，真是没用啊！上命你们！救命啊！走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呀，老爷？夫人，不要担心，我在这儿呢。亲家，不好了，贤侄！又有什么事让何大人操心呢？你的老师和师娘被人劫走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是谁做的？还不知道。那对方用意为何？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有什么是知道的？我知道了就赶紧向你来通报了。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嘛。深夜抓人，那一定是有预谋的所为。哦，如果只是为了钱的话，那应该只抓一个才对。这件事情
肯定跟上珠失踪有关。姜老师桃李满天下，如果此事被他的学生传扬出去，那恐怕我的乌纱不保啊！贤侄，贤侄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谁来通报的？他家的护院。那有没有问清楚马车的颜色以及行驶方向？哎，我赶着向你来通报。哎，不过他家的护院就在门口。走，去哪里啊？我要去现场看一下。啊，爹娘，哎呀，老师，师娘，娘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你了。娘，爹，是女儿不好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没事，我很好。你没事啊？你没事就好了。安然无恙就好，安然无恙就好。师姐呀，你怎么样？你跟上珠一直在一起吧？你们一路平安吧？哎，凭什么安呐？我们呢，被人家蒙着眼、绑着手过来的，以为死囚要去刑场呢。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，回家。哎，亲家，我呢诚意相邀，你们连椅子都没坐过，就嚷着要走，这样说不过去吧？干什么？我们家没有椅子，没得坐啊！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是你的亲家，我们蒋家在春田县呢是有头有脸的。我家老爷跟何大人很熟的，何大人的侄子、的舅舅、的爷爷，跟皇上他老人家也很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说一句话，你脑袋就搬家了。你跟我说这乱七八糟的干什么？我现在是跟你结亲，不是要你嫁给我。我们是不会跟你结亲的，哈！说话呀，老爷，说句话嘛。大爷，我家小女年幼，有些道理啊还是不懂的。哎，男女之间，男婚女嫁，这跟礼教有何相干呢？男女最重要的就是情到浓时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女儿是不会喜欢你儿子的，他们也不会成亲。如果我有儿子，我也叫我儿子不要娶她。你们儿子成什么亲呢？你想跟他啊？娘，我要嫁的是世杰。你有没有说错？没有啊，我有没有听错？没有，真的是嫁我。哎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他给你吃什么迷药了啊？没有，你什么时候跟这些汪洋大盗混在一起了啊？哎呀，还有你呀，叫你说的时候你不说，叫你不说的时候你说什么呀你？啊，我说，我怎么不生气呀？啊，嫁什么呀？什么人呢你？啊，还有你这个是什么汪洋大盗啊？啊，我现在不是征询你，而是通知你。你说不嫁吗？好，我送你们归西，这样行了吧？我们，师娘，师娘。贤侄啊，这里地势险要，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曾经把蒋老师带到过这里呢？你在怀疑我？你在怀疑我的判断？不敢，不敢。好漂亮啊！这什么花？真好看，还很香呢。这花叫做情有独钟，是只有南山镇才会有的。哎呦，贤侄啊，想不到你对花卉也有所研究，真是见识非凡呐！你说春田县怎么能没有你这样的人呢？啊！这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啊，是防御山贼的碉堡，不过已经荒废多年了。原本上珠他是被山贼所抓，那么老师和师娘被抓的事情，也一定与上珠有关。
也就是说，他们都被捉上山，而原本用来防御山贼的碉堡，现在竟然成了山贼的大本营。有意思。你马上去调动大批人马来，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哎，师娘醒了！你醒了，师娘，你醒了。夫人，你呀，当然希望我永远别醒了。你们呀，好心的你，别这样，我养育你，教育你，你全打我女儿的主意，老爷呀！我们真的把这老鼠养在米缸里，有眼无珠啊！阮夫人，你们呐，你们也真是太轻狂了。你要是正式提亲的话，也应该正式的跟我们商量啊，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呀。任何情况我都不会答应的。好了，你有我一天，我都不会答应你们的。师娘，我会对尚书很好的。对呀，娘，我会跟世杰一起相亲相爱的，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们2年之内让你抱上孙子。你祝福我们吧。祝你个死人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有我在一天啊，都不准你们成亲。哎，急什么眼啊？啊！我最讨厌人家这个样子了。你呀，什么都没学会，坏的全学会了啊！你这个女人真讨厌。我这个贤弟有什么不好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女儿跟我的贤弟在这里已经这个那个了啊！回去等着坐牢了吧。你们2个真的这个那个了？真的啊！不要脸，衣冠禽兽！娘，对，他是禽兽，他跟你的女儿已经这个那个了，你奈何他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要你来，就是因为尊重你是他的娘，我要你给他高高兴兴的摆桩喜事，你不识抬举，在这里吵吵闹闹罢了。反正我也可以给他做主婚人，你，我宰了你！不能，放手！师娘，大哥，别杀我夫人！师娘，你认命吧。其实我喜欢尚书很多年了，你不要再多管闲事。如果你想看我的下场的话呢，你最好留下这条小命，不然你死了也就是白活了一场。蚂蚁都尚且偷生啊，你是不是连只蚂蚁都不如啊？死蚂蚁！娘，哎，中间一点，哎，擦亮一点，啊，低一点。哎，乳娘，多杀几头猪啊！酒呢，要最好的啊！把小姐的女儿红拿来。寨主，今天是宋大官人的喜宴，又不是咱家小姐成亲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宋贤弟成亲，那我呢就是宋老爷了，不能丢他的颜面啊。那小姐她……哎呀，小姐要跟我闯荡江湖，何时出嫁也未知呢。好女儿，女儿红啊，爹，日后啊一定会再替你结回来。哎，还有啊，如果你看中哪个男人，爹呢也一并帮你结回来。嗯，不用了，宋世杰是你的好贤弟，你叫他替你开枝散叶不就行喽？哦，好主意啊。反正你是赔本货，你出嫁之后，子女都是跟夫家的，啊，跟贤弟商量一下也好啊。你现在眼里就只有这个宋世杰，你都不宝贝女儿了。你呀，永远都是我的宝贝女儿。哎，不过呢，男人们的豪情热血，你是不懂的。五一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他的事。哎，快去弄酒菜啊！
去啊！快！寨主，什么事啊？我们的酒菜是否预备的太多了？是不够。我的贤弟摆婚宴，要高高兴兴摆3天。你是因为宋大哥而不开心吗？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人。其实我和宋大哥也算相识一场，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坏人。都叫你别再说他了。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婚礼有点奇怪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之前很抗拒留在山上的，现在不但表现得很乐意，而且还请寨主把蒋姑娘的父母劫持到山上来。我觉得这个表现有点奇怪。他想给那个蒋姑娘名分嘛。说的也有道理，所以我说不出有哪里不对。不用想了，总之所有事都是他宋世杰不对。可是寨主宅心仁厚，容易相信别人，还请一姐多多提醒寨主啊。哼，就算现在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不会听我的。他现在只会相信宋世杰一个人。气死我了！师娘，整件事的始末就是这样了。师姐也是万不得已才想到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，她是想给师兄留下线索，让他来救我们。对啊，我对上珠真的没有非分之想的。我都想到，你们不会如此糊涂的。哎呀，但是上珠她是个黄花闺女嘛，你用这种不三不四的方法传出去，她以后怎么见人呢？这件事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何况到时候我也一定会考虑上珠的安危。是啊，娘，师姐也是为了救我。救你？要不是你去找她的话，你会被人抢到这儿来吗？还有啊，老爷跟我也是被你连累的，都是你不好。好了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其他的事啊，以后再议。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。师姐已经给师兄留下了线索，我想以师兄的聪明才智，会尽快找到我们的。只好如此了。一定要如此。不想跑了。禀告大人，怎么样？环境已经被我们控制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何大人，我们攻进去。是，老哥。坐。不知姐姐找我什么事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嫁给宋世杰？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？虽然我跟你认识不深，不过我也看得出你是个大家闺秀，知书识墨。宋世杰只不过是你府中的一个家仆。
大家都是女人，我也不想见到你毁了一生的幸福。假如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我也可以向我爹求情，取消这门婚事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世杰不是我们家的家仆，他是当朝秀才，才学不知道要好过多少人。况且世杰这个人为人正直，对我又处处呵护有加，有此夫婿，我觉得是我的福气。哼，油腔滑调，弄虚作假，蛊惑人心，这叫为人正直啊？姐姐误会了吧？我从小跟世杰一起长大，他这人的性情我是最清楚的了。世杰为人敦厚善良，才思敏捷，而且待人总是细腻温柔。更何况，我的丈夫对别人正不正直这不重要，只要他对我好，这就够了。哼，他要是能干，就不会趋于你府中；他要是爱你，也早该向你提亲了。为什么要占你便宜，乘人之危呢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世杰这是知恩图报，他是想报答我爹对他多年的养育之恩呐。至于何时和弟成亲，我毫不在乎。两情相悦，又何必拘泥于那么多形式呢？不过这次是要谢谢姐姐成人之美哦。回头我要送你一个媒人大礼。你读圣贤书的，都不知道害臊的吗？跟心爱的人誓盟共定，这是美事，为什么要害臊啊？你知道他把我得罪了，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杀了他，到时候你会变寡妇。姐姐，你不会这么莽撞的。俗话说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世界现在给我的已经足够了，至于以后是什么样，不劳姐姐你操心。你真是自甘堕落，无药可救啊！我不止无药可救，我还病入膏肓呢。不过有件事，我真的想不明白。姐姐，你已经有家财万贯了，为何要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呢？那，看姐姐的样貌，也算有倾国之色。唉，亲本佳人，奈何做贼？真的是可惜了姐姐的人品，我真担心了，姐姐以后是不是能找到一户好人家啊？你真是牙尖嘴利。我只是耍耍嘴上功夫，没有姐姐手上的刀力。我现在明白宋世杰为什么喜欢你了，一样的臭味相投，蛇鼠一窝。自以为是可不是好事哦。我现在也明白世杰为什么要对你敬而远之了。好心没好报。我们的事真的不劳姐姐操心了。你看，贤弟，满意吗？大哥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不值得。哎，我们是好兄弟，绝对值得。各位，今晚小弟成亲，大家不醉无归。好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你看，我的兄弟多支持你。哎，既然我们志同道合，今晚就趁你大婚，歃血为盟，结为异姓兄弟。怎么？你是嫌弃我这个做大哥的？非也。道理何在？说。爹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当人家兄弟，人家当你玩具。哎，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
们已经是兄弟相称了。我不够，一定要对神明发誓，若有违背兄弟的，要3刀6洞，5雷轰顶。对，无一，你何苦要这样对我呢？哎，快说。既然大哥要我说，那我也只好说了。其实，在山中这么多日，我已经不知不觉间喜欢了无一了。无一的外表虽然凶恶霸道、不讲道理，但是我看到了他善良的内心，内心浓情似火，那团火里面又藏着水一般的温柔。无一真的是一个望夫一子、有情有义的好妻子。谁娶了你，一定能够帮助丈夫成就大业。那，寨主，如果我跟你结拜成兄弟的话，那我跟无一的关系，这就不是会非常的混乱吗？你想死啊？好，你有眼光。我的宝贝女儿，就跟我过世的夫人一样。哎，也就有这种侠义辈的女子，才会明白我们这种绿林好汉。我们相逢恨晚呐。爹啊！那无一虽然十全十美，但我的一颗心早已经向着上珠了。哎，男人呢，3妻4妾很正常的。但我跟上珠已经有婚盟在先，怎么可以让无一来做小妾呢？哎，小妾正印都是个称呼罢了。我们女儿是不拘小节的。爹啊，我才不要嫁他呢！哎，无一，好男人最难求，就算分到半个，也比两手空空好啊！哎，宝贝女儿，爹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婚事。你又粗鲁又不温柔，很少会有男人像宋贤弟那样这么欣赏你。好，今天晚上你们2个成亲。什么？好主意吧？不好！好啊，我就先杀了你，我宁愿嫁至山金，也不嫁你。大哥，你放过我吧！你知不知道1晚洞1次房啊，已经要死人了。要是洞2次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啊！你还敢占我便宜？去死吧！寨主，不好了，大批官兵攻上山来了！